一个清晨，一位老先生从床上起身，突然感到头晕目眩，差一点就摔倒在地。如果您没有把这支影片看完，明天跌倒的人可能就是您自己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的统计，每3位65岁以上的长者，就有1位在1年内至少跌倒过一次。而跌倒的后果，往往不只是皮肉伤那么简单，髋关节骨折、头部撞击、长期卧床，甚至失去自理能力，都可能因为一次意外跌倒而发生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的腿部肌肉随着年纪增长而变弱，平衡感逐渐退化，加上害怕运动，身体就越来越不稳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年纪大了无可避免的现象，但真相是不是岁月让我们变弱，而是我们停止了锻炼。当我们不再使用肌肉，它们就会萎缩；当我们不再训练平衡感，身体就会忘记如何保持稳定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但好消息是，这个循环是可以打破的。只要每天10分钟，您就能改变这一切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昂贵的器材，也不需要年轻人的体力。您只需要3个简单的动作，这些动作都经过科学研究，证实有效，而且可以在家中安全进行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就是这3个能够帮助您重建肌力、恢复平衡、重拾自信的黄金动作。请不要担心，我会一步一步带住您，用最安全、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说明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为您准备的健康小秘诀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这段找回身体稳定的旅程吧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栋房子，腰部和腹部的肌肉就是这栋房子的支柱，而我们的双腿则是这栋房子的地基。当我们年纪渐长，如果不好好维护这些支柱和地基，房子就会开始倾斜，脊椎弯曲、驼背、走路不稳，这些都是身体失去核心力量的警讯。更严重的是，当核心肌群变弱，我们就很容易在突然转身、弯腰捡东西，或是上下楼梯时失去平衡而跌倒。哈佛健康学院在201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，持续训练核心肌群的长者，跌倒的风险降低了32%。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数字，意思是说，只要您愿意开始锻炼，就能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，减少1/3的跌倒机会。梅奥诊所在2020年的研究也发现，每天只要进行10分钟的轻度肌力训练，不仅能改善骨质密度，还能显著提升身体的平衡能力。这对于预防骨质疏松和跌倒来说是双重的保护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已经这个年纪了，还能锻炼吗？答案是绝对可以的。肌肉是有记忆的，只要给它正确的刺激，它就会重新变得强壮。年龄从来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开始行动。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花大钱买器材，您只需要一块平坦的地板，还有愿意改变的决心。就算只是每天5分钟，也足以让您的身体产生明显的变化。接下来，我要带您认识第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将帮助您重新找回身体的稳定性，让您重新掌控自己的平衡感。这个动作叫做鸟狗式，听起来可能有一点陌生，但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让我们一起开始，从最重要的部分做起，恢复您身体的稳定性。现在，让我为您介绍一位真实的案例。他叫林建宏先生，今年72岁，是一位退休的建筑工程师。林先生在台北捷运站的楼梯上跌倒过一次，当时他的家人非常担心，赶紧带他去看医生。
经过检查后，医师告诉林先生，他的核心肌群和平衡能力都退化得很严重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楼梯上失去重心。医师建议他开始进行复健训练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就是鸟狗式。一开始，林先生连3秒钟都撑不住，他的手脚会发抖，身体摇摇晃晃，根本无法保持稳定。他曾经觉得很沮丧，心想：我真的老到这个种程度了吗？但医师鼓励他不要放弃，每天练习，身体会记得的。于是林先生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就在床边的地板上练习鸟狗式。第1周他只能撑3秒，第2周他可以撑到5秒，到了第4周，他已经可以稳稳地维持12秒，而且不再发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发现自己走路时变得更稳了，上下楼梯也不再害怕。为什么鸟狗式这么有效呢？根据《老年与身体活动期刊》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，像鸟狗式这种交叉协调的训练动作，能够在6周内改善25%的平衡反应能力。这是因为鸟狗式同时启动了核心肌群、背部肌肉和肩膀肌肉，让身体学会如何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保持平衡。我们可以把鸟狗式想象成一只鸟停在树枝上，它要稳稳地站着，又要保持随时可以飞起来的灵活度。这就是鸟狗式的精髓，让您的身体既稳定又灵活。现在让我教您如何安全地练习鸟狗式。首先，找一块瑜伽垫或毛巾，铺在地上保护您的膝盖。接着用双手和双膝跪在地上，手掌放在肩膀正下方，膝盖放在臀部正下方，这是起始位置。然后慢慢地将右手向前伸直，同时将左腿向后伸直，想象有一条线从您的指尖拉到脚尖，让身体保持一条直线，维持5秒钟，然后慢慢放下，换另一边。记得一开始不需要撑很久，5秒就很好。重要的是动作要正确，呼吸要平稳，不要憋气，每一边做3到5次就够了。就像林建宏先生一样，您的身体永远记得如何站起来，只是需要您重新教导他。只要您愿意每天花5分钟练习，您一定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平衡感和信心。如果说鸟狗式是教会您如何保持平衡，那么平板撑就是帮助您建立真正的核心力量。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形容，平板撑它就像一座稳固的桥梁，连接着身体的两端。当您做平板撑的时候，您的腹部、背部、肩膀和臀部的肌肉都会同时用力支撑着您的身体，让您像一座坚固的桥一样，不会塌陷。很多长者都有慢性腰痛的问题，走路久了腰就酸，弯腰捡东西也觉得吃力，这是因为核心肌群太弱了，无法好好支撑脊椎。而平板撑正是强化核心肌群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根据《物理治疗科学期刊》在2018年发表的研究，65岁以上的长者在进行平板撑训练3周后，慢性腰痛的症状明显减轻。台大医院的复健科医师也建议，长者每天做10到30秒的平板撑，就能有效改善姿势，减少腰背疼痛。让我和您分享另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玉婷女士今年68岁，是一位退休的国小老师。陈女士长年受腰痛困扰，每天早上起床时都觉得腰部僵硬，甚至痛到无法弯腰穿鞋子。她试过很多方法，包括推拿、针灸，但效果都不持久。后来，她的女儿带她去看复健科医师，医师建议她每天早上做跪姿平板撑。一开始，陈女士连10秒都撑不住，但她坚持每天练习。3周之后，她惊讶地发现腰痛减轻了将近70%，早上起床也不再那么僵硬了。她说：“我以为
我的腰就是这样了，没想到还能改善。现在让我教您如何安全地做平板撑。对于长者来说，我建议从跪姿平板撑开始，这样比较安全，也比较容易上手。首先，找一块瑜伽垫或毛巾铺在地上，接着用双手和双膝跪在地上，手掌放在肩膀正下方，然后将身体的重量平均分配在手掌和膝盖上，让背部保持一条直线，不要拱起来，也不要塌下去。维持这个姿势10到15秒，记得要匀地呼吸，不要憋气。如果觉得太累，可以先撑5秒就好，然后慢慢增加时间，休息30秒后再重复做2到3次。这样一组动作大约只需要3分钟，但效果非常好。当您做平板撑的时候，您不只是在锻炼肌肉，您更是在告诉自己，我依然强壮，我依然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。这份信念比任何训练都更重要。每一步稳健的步伐都是一个宣言，我还在这里，我依然能够自主生活。走路、爬楼梯、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其实都需要强壮的腿部肌肉来支撑。大腿、臀部和膝盖的力量决定了我们能不能保持独立自主的生活。如果腿部肌肉太弱，我们就需要依赖拐杖、助行器，甚至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行动。但好消息是，只要我们愿意训练，腿部肌肉是可以重新变强壮的，而弓箭步正是最有效的腿部训练动作之一。美国运动医学会在2020年的研究报告指出，65岁以上的长者，如果每周进行3次腿部肌力训练，使用拐杖的风险可以降低40%。这意味着，只要您愿意锻炼，您就能保持更长久的自主生活能力。让我和您分享刘光豪先生的故事。刘先生今年76岁，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。几年前，他的膝盖开始退化，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扶着椅背，爬楼梯更是气喘吁吁，走几阶就得停下来休息。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依赖别人，心里非常沮丧。后来，刘先生的儿子带他去看复健科医师，医师建议他开始做弓箭步训练，并且可以扶着墙壁或椅背来做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一开始，刘先生只能做很小的步伐，而且需要紧紧抓着椅背才能保持平衡。但他每天坚持练习，6周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可以不用扶椅背，就能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甚至可以一口气爬2层楼梯，而不需要休息。他说：“我以为我再也回不去了，没想到身体还能这么有力量。现在，让我教你如何安全地做弓箭步。首先，找一面墙壁或一张稳固的椅子，站在旁边，让您可以随时扶着，保持平衡，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背部挺直。然后将一只脚向前跨出一小步，不需要太大步，大约30到40公分就好。前脚膝盖微微弯曲，但不要超过脚尖，后脚保持伸直。维持这个姿势3到5秒。”然后慢慢站回原位，换另一只脚，重复相同的动作，每一边做5次就够了。记得要慢慢做，保持呼吸平稳，不要急。如果觉得太困难，可以扶着墙壁或椅背来做，这是完全没问题的。重要的是安全第一，循序渐进。练习弓箭步，就是在学习如何，即使还有些颤抖，也要勇敢地向前迈进。因为真正的软弱不是身体的颤抖，而是停止前进的心。现在你已经学会了3个黄金动作：鸟狗式、平板撑和弓箭步。但在开始练习之前，我必须和您分享7个非常重要的安全原则，这样您才能安全有效地进行训练。第一，运动前一定要做2分钟的暖身，转动肩膀、手腕和膝盖，让关节活动开来，避免运动伤害。第二，
一定要在平坦的地面上练习，旁边要有墙壁或稳固的椅子，这样您随时可以扶住，保持平衡。千万不要在浴室或湿滑的地板上练习。第三，保持呼吸顺畅，不要憋气。很多长者在用力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憋气，这样会让血压升高，反而危险。记得要用鼻子吸气，嘴巴慢慢吐气。第四，随时注意自己的心跳和身体状况。如果感到头晕、胸闷或呼吸困难，一定要立刻停下来休息，不要勉强自己。第五，不要在空腹或刚吃饱的时候运动，最好是在饭后1小时再开始练习，这样身体会比较舒服。第六，准备一本笔记本，记录每天的练习状况，写下您今天做了几次，撑了几秒，有什么感觉，这样您就能清楚看到自己的进步，也会更有动力继续下去。第七，3周之后重新检视自己的平衡感和站起来的能力，您会发现，只要持续练习，身体真的会变得不一样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的建议，长者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轻度肌力活动，这样可以让平均寿命延长3年。这不只是多活3年，而是多了3年有品质、有尊严的生活。记住，开始永远不嫌晚，今天就是最好的开始，从最小的一步做起就好。只需要3个动作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就已经帮助了成千上万的长者，让他们每一天都能站得更稳，活得更有自信。我想用一句话和您分享：年龄不是用皱纹来衡量的，而是用您愿意站起来的次数来衡量的。每一次您愿意跨出那一步，每一次您愿意撑住那1秒钟，每一次您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努力，您就是在告诉岁月，我还没有放弃，我依然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。现在，我想请您做一件事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今天您练习了几秒钟，您觉得哪一个动作对您来说最有帮助？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、朋友，让更多长者能够重新站起来，重拾健康和尊严。我们一起变老，但我们要老得健康，老得有尊严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周我们都会带来简单、安全、由医师亲自指导的健康动作，让我们一起用每一天的小小努力，换来更长久的健康人生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